让祖嘛小说先生嘛种的。好了说，阿妈干那的呢，心情干那给我。出给出大米，什么小意思？诺那面其他的，其他面电影里的。年年干的嘛都，那我干什么都。哎，我切啥你吃？这就穷啥你吃？当个新旧个，让生活变这么面呢，他们来干什么用噻？咱们是东路的，北嘛是西路的。西江米路就江大路选择的。深圳是不累了，下头就是新北路。当时连开吧都是members。是面试帮的多嘛啥？钱我们帮的是那钱。都把连嘛生，去了路米也是那不是呗。